咱台湾家己研发的 Formosa 卫星8号去年成功发射，家己太空教育馆甲国家太空中心也办展览，透过 VR 甲 AR 设备体验，希望大家了解卫星观测地球意义，安怎守护国安，提升防灾。学生囡仔挂 VR 的目镜，用卫星护卫2号甲护卫5号的影像资料做教材，互囡仔会当伫模拟动画甲真实的地球影像当中，用浸水池的体验来认捌卫星的功能甲科技。草囡仔来遮佚佗吼，就是用这种游戏的方式，然后学一寡甲天文啊、科技啊有相关的一寡知识，非常的有趣哈。而且小朋友透过游戏来遮佚佗，啊，生啊真趣味。除了卫星科技的体验，展览嘛是介卫星运用的相关科学技术。家己太空教育馆甲国家太空中心伫护卫卫星8号成功发射升空了后，做伙举办卫星主题展览甲弄馆活动，希望借这个机会传播相关知识，嘛分享台湾卫星科技的发展。我们除了知道台湾太空目前的最新的状况之外呢，我们也把最新的科技跟太空的连结让孩子们知道，希望孩子可以从这个特展里面呢学到更多，然后更多的想象，然后可以参与到未来太空的研发里面。我觉得最好玩的是那个铁粉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吸起来像刺猬。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表示，护卫8号发射成功对台湾有重大意义。唔但上顶太空技术自主研发的能力，嘛会当透过真清楚的影像守护国土安全，甲提升防灾救灾的能力。希望透过展览甲活动的举办，互民众来理解卫星安怎为太空来观测地球、守护环境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